你知道嗎？雖然簡約公屋嘅效用仍有待觀察，但係佢對於香港嘅未來公屋發展仍然不可或缺。你知道嗎？未來5年私人住宅供應嘅重鎮已經唔再係新界西地區。團結香港基金轄下公共政策研究院發表《香港房屋趨勢導航2025》，同你分析私樓、公屋及資助房屋嘅供應走勢及建議。大家知多啲，等我哋話你知。首先喺私人住宅方面，報告指出，2025至29年，九龍城、大埔及西貢為3大私人住宅供應地區，當中九龍城區更有多達16,800個單位，冠絕全港。但係市場環境轉弱等等因素，預售樓花量、樓宇施工量、土地供應量下降，預示更遠期嘅私樓落成量將會減少。公營房屋供應方面，雖然2024至25年度公屋落成量創23年新高，但係要邁向人人有屋住，未來輪候公屋時間要控制喺4.5年嘅目標。報告認為仍然需要3萬個簡約公屋單位嘅支持，先可以滿足144000宗公屋嘅申請。而喺資助房屋，即係居屋、綠置居、房協部分嘅項目，一直協助公屋居民自置居所。不過近年新落成嘅居屋單位面積較細，往往少於400幾尺，例如只有280尺，甚至曾經出現嘅180尺。報告建議需要提升資助房屋單位嘅面積，以提高公屋流轉率。想了解完整嘅報告內容，記得瀏覽公共政策研究院網站及社交平台。